溪水上有一个68岁乡亲，煮第4剂预防射了后，当天暗时感觉无爽快，怎去困，竟然就安尼过身咯。检警要进一步来详验，是毋是就是煮预防射的关系？另外，伫个民雄是有一个52岁的乡亲，伊感冒，讲要去互医生看，但是到深夜拢无转来。警方用手机落去定位，伫个德稼乡一个产业道路，发现伊已经死伫个车顶咯。检警详验了后，确定伊就是为着新冠病毒来死亡。唔甘嘛，无法度嘛，爱断就爱断啊。只讲着小弟附近人的心内真唔甘，伊讲68岁小弟去煮疫苗，想要到煮完疫苗迄暗，就因为不明原因过身。三者拢正常啊，几点煮我唔知，转来点我，转来佮好好咧食饭照常。暗甲开始安尼。这位查甫人住伫家己水上，22号透早去家己一根诊所煮第4剂莫德纳的追加剂，暗时甲亲人讲身体无爽快，要去房间听一下。伊直到暗时8点外，亲人去房间甲吹，才发现伊已经无喘气。是有一些腰痛、骨头痛的情形，那不久以后就往生了哈。那是不是跟疫苗有相关？我想这个我们都会协助家属来做一个审议。查甫人有慢性病，死因敢是甲疫苗有关，搁要进一步调查。伫家己民雄嘛有一位52岁的老先生，讲敢若是感冒，要去看医生。毋过隔天，警方接到通报，用手机定位伫产业道路找到伊，已经无生命真相。他的死因的部分啊，能够确认说是新冠肺炎自然死亡。加小一到场，随体做快筛，结果是阳性。23号检警详验，确定查甫人是为着新冠肺炎死亡的个案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